2026年屬馬嘅朋友小心啦！呢一年係本命年，一句說話，烈火重生，遇火成光。2026年係丙午火馬年，正係屬馬人嘅本命年。所謂五五自刑，五行嘅火氣咧好鬼旺嘅，象徵住咧烈焰自焚，烈火重生。玄學上邊有講咧，火至極則生金，刑中自有轉機。喺呢一年對屬馬嘅人嚟講係洗牌重塑嘅一年，亦都係宿命考驗嘅一年。喺事業上，上半年嘅壓力好鬼大嘅，變動咧好鬼多嘅。只要你忍得住，7月份之後就會有貴人嚟幫助你噶啦。財運方面咧都係先破後立，上半年咧一定要守住個財，7月份之後可以進取啲。感情方面咧，單身嘅桃花旺，但係就好唔穩定嘅。已經結咗婚嘅喺夏季嘅時候咧，容易咧有矛盾嘅。到咗秋冬兩季咧，感情就比較穩陣嘅啦。喺健康方面咧，5月至7月份要注意呢個火氣，飲食咧要清淡，早啲瞓。總體嚟講咧，屬馬嘅人喺呢一年咧走嘅係烈火回爐呢條路。上半年咧烈火焚身，一定要穩，一定要唔好急。下半年咧烈火煉心。只要你手心如鐵，年底就會有光明噶啦。要記住，烈火係嚟教你駕馭呢一道力量嘅，控制呢個火，你就可以成金，忍一時之氣，得1年嘅豐收。喺呢度，師傅贈你哋一句：火馬奔騰，不懼烈焰，練盡虛榮，留下真心。祝屬馬嘅朋友喺新嘅一年越嚟越好，福身無量。